掂咗過一。咁如果掂咗過一之後咧，我大概喺3個月前咧2-3個月前啦，喺呢一個無線電視，喺呢一個嘅 SBS 電台，同埋當然我哋成日聽到嘅 2CR 電台裏面都同大家講就澳幣會跌嚇。咁之後我哋見到最近就跌低咗1算啦嚇。咁今日就爬翻上1算以上。但係澳幣其實用邊3個因素去睇嘅咧？其實咧由1983年自由浮動之後咧，3個因素就已經可以解釋到澳幣嘅走勢。第一就係美國同埋澳洲嘅息差，第二就係呢個商品嘅價格，而第三就係美國財政赤字。我哋又有理由相信就係話，現在澳洲貨幣價值大概1.06蚊左右，所以去到1個1嘅時候咧，係冇唔調整嘅理由。但另一方面咧，澳幣係咪由而家開始一沉不起咧？如果我觀乎咗3個因素咧，去到出年上半年嘅時候咧，我哋有理由會見